这里是龙崎，台南最偏远的山城之一。2019年，一场名为空山祭的灯光节，让这默默无名的小镇一夕爆红。才刚办第1届，就在众多艺术灯节中脱颖而出。而第2届的参观人潮甚至冲破17万人次，即使罕见的实行收费制，还是挡不住朝圣的热潮，成为每年必访的景点之一。但你知道吗？这座曾经靠竹叶撑起一片天的山城，如今却面临高龄化、产业没落、人口外移的种种挑战。随着灯光熄灭，人潮散去，在褪去空山祭外衣下的龙崎，是否又有人注目与关心呢？小龙从小住在阿公阿嬷家，阿公阿嬷除了种田，还会砍竹子，编竹器来卖。有一天，祖孙俩在公园散步，突然，咻！一只小鹰从天上掉下来。阿公，小鹰受伤了，可以带回家治疗吗？阿公点点头。等它能飞，我们就放它回去。小龙细心照顾，小鹰的翅膀好了，开始学飞。看着小鹰越飞越好，小龙知道离远方的日子不远了，有点舍不得。阿公笑着说：“那我们来编一只竹鹰，好吗？”小龙试着学，但好难，还不小心受伤了。阿公伸出布满剪力的手。阿公小时候也是学很久呢。小龙不放弃，终于做到自己的竹鹰。到了放飞那天，小龙慢慢打开笼门，小鹰拍拍翅膀，飞向天空。祖孙俩大声喊：“加油，一定要回来哟！”上课喽，桌上一干二净。我们现在开始做竹编。龙崎，这座山城二底下的极限村落，过去靠着竹艺编织、种竹卖笋，让它直到现在依旧享有竹子乡的美名。然而，在工业发展下，不但塑胶制品大量取代竹编，大幅减少的就业机会，更导致年轻人口外移。所以，时至今日，曾风靡全台的竹编荣景，是否能和空山祭一样点亮龙崎呢？答案或许就藏在这间校园里。校长、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要介绍我所设计的竹编包，颜色是以大胆的互补色，还有红色、绿色所组成，想要呈现出大胆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六角拼这个纹路很特别，然后有中空可以展现包包的原本的颜色，而且这颜色非常的好看。我觉得方形就是单处我觉得比较简单，而且跟那个六角边感觉蛮搭的。走进龙崎国小的教室里，每位小朋友宛如小小设计师，用着大胆又扎实的手艺，向我们展示创意与自信兼具的竹编作品。我做的竹编包是一个圆筒形，然后它中间编的竹篾是斜纹边。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背包是由皮革和竹篾编制出来的斜纹边。这个竹编是用龙崎一个长枝竹做的，这个外形是圆形，很特殊。龙崎将竹编课程纳入我们的校本课程的架构里面，其实这个已经长达10-20年的时间了。
那为什么当时候会去做这样子的规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的这个竹产业呢，在龙崎区来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济样态。那随着后来的整个竹编器具的需求降低之后啊，这样子的产业才逐渐的没落下来。那当然对学校来讲，我们在地方上我们肩负着对于文化技艺的精神跟传承，所以我们才会将这样子的竹编课程把它纳入我们的课程里面。你没有办法看纹路，你就是看你这个4片你组的。斜纹边就是2121的循环啊，2121，可是呢，它是压2压1挑2挑1，可是再来呢，4片就要开始做，就是它4片是一个循环。那21看着孩子们乐在其中，个个聚精会神埋首编织，除了同时间要聆听老师讲解技巧，更要牢记口诀，才能将手上的竹片呈现竹编特有的美感与样貌。而为了让地方上的竹编技艺萌芽，不要说老师不厌其烦的教导，孩子们孜孜不倦的学习，更成为不断往下扎根的行动力。我在龙崎国小任教已经10年了，那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就是属于小班制，每个小朋友的学习状况都不一样。那甚至呢，有一些小朋友他是属于比较过动的，可是呢，不一定是这些比较过动的小朋友，他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学习竹编。就是老师在上课的过程呢，请小朋友编竹编，他们通常都会很喜欢。手作能力从不好，然后呢，渐渐训练，他们的手作能力就会变好。他们编完竹编的时候也会很高兴，就会跟老师说：“老师，你看我编了20片了。”那有一些小朋友就编到那个钟声已经响了，要下课了，他还会继续。老师，我还有差2片，我就要编完了，等我一下。你没有办法看纹路，你就是看试看看你那个竹篾套进去的那个6角，压2这里就要怎样？如果你现在已经需要编到横篾的人，那你就是你手上有的先编完。陈君，你的是怎么了？你看哦，你自己拿一片竹篾这样子比对。对啊，编这一条，你看第一片这里是压，所以你这里就要。我们的课程其实是我觉得是蛮创新的，除了结合这些美术的这一些元素，其实呢，我们也会针对一些议题去做课程的编排。那环保的部分，刚才就是我说的5年级已经有在做这个一系列的竹篾跟塑胶，不管是水果网套，还是塑胶袋，还是那个保特瓶做结合，我们都已经在让小朋友在做不同异材质的结合创作。那因为你这个编法比较简单，你也可以试着2面都做，圆就正反2面嘛，然后合起来的包包嘛。其实编织是一项蛮困难的工艺，那小朋友来编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其实他们很专心、很专注。那有时候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老师从旁协助鼓励他，他通常呢静下心来，耐心的去完成他的作品。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之前我看到老师指导小朋友做的这个竹编作品啊，大致上都是平面的或是那个桌上的白艺品比较多。第一次看到老师把这个竹编的这个编织的方法跟纸材，把它做成一个手提包，包含有圆形的，有这个方形的，我觉得创意很棒，而且都很漂亮。我非常开心，小朋友跟老师可以做出这么样子的很棒的作品。休闲和自然风格的竹编背包，高贵又淑女，可爱活泼的少女风格。这是我的竹编包。早安，高炸！我今天刚好有空，所以要去开车载我们在地的长辈。然后因为长辈白天很无聊啊，所以都在家很闲。然后我刚好找今天的时间，要载那个在地的长辈一起来聊天泡茶。对啊，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好啊。好，走。
叫我。我看厝个这样子，这双下底迄步道安尼。哦，啊，我哪会知迄花遐水哦？我早嘿，我个知啊，一个知。这我袂晓叫大姑，这叫啥？叫金杯啊。哦，金杯啊。那我是村庄最年轻的一位返乡青年，然后就是这些长辈跟老人家陪伴，然后照顾我，然后在地的老人家长辈啊，平均年纪都在90岁至80岁。对，那因为脚没有力气，所以可能步行没有办法到达另外一户，所以他们串门子的机会几乎很少。阿伯，你几岁？99。99。你啦，你99。第一名99。你第三名？你88啦，伊是迄个布袋戏达人 N4 的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想将老人家聚集在一起，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看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话家常，仿佛就像一场乐龄同乐会。在这难得的聚会中，静怡姐还特地安排充满回忆的活动，量身打造，希望长辈们玩得开心。啊，咱家是竹仔的啥物？竹仔的故乡啊，所以今仔就用试竹仔，要互恁行好栽花啊，一定有甲你撮好变一个安尼裤仔哦，啊，恁爱家己称空，吼，安尼够有清楚？有吼。会用这个竹子是不是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得很美很好，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工作可以做，然后时间过得很快，就是让他们可以这样子陪伴跟聊天。我们这里菜人哦。啊，看起来看上摘较水，看有奖品无？请恁食茶。够厉害哦！它一尾用固定的哦。啊，大家栽花栽好啊吼，咱来食一个点心的吼，一个小甜点。哎呀，个彩色的甜点哦，别多花的果冻。这果冻是家己做的哦，啊，会拿家己做的。你想看什么味？我主要是陪伴为主啦，以妈妈为主，就是希望妈妈就是每天都有人来找她聊天。她现在脑筋什么都很，精神都很好了。像有位长辈已经91岁了，那在去年就是老婆就90岁离开了，然后原本他们都是夫妻这样子步行会来到我们家，然后就是跟大家长辈这样子聚在一起聊天。女长辈已经不在了，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外劳，他会陪她一起走下来。因为没有人跟她聊天的话，就可能会退化的比较快一点。根据2024年统计，位处台南与高雄交界的龙崎，平均人口数仅3000多人，不但在整个大台南敬陪末座，老人人口更占全区的34.45%。可说是台南市人口老化程度最高的行政区，所以如何安置高龄长辈，让他们活出自信、活得健康，想必是在地最有感也最暖心的乐龄议题吧。望你来斗相共，鼓励我的决心，鼓励我的希望，鼓励我解酒为你一人。一人。各位同学，今天早上好。然后今天知道是体验什么课程吗？最后一堂课哦，所以你们今天会很忙。然后前面的2堂课就是在我们这边的那个地质，在我们这边的土壤啊、土型为什么可以种出这么漂亮的蔬菜水果。然后之后呢，我们这边的在地都是跟竹子息息相关啊。你们等一下要自己体验，把竹子聚起来之后呢，要怎么形成一个中岛当家的地公啊崩。
好，这次办小旅行是因为这2年来啊，我们都在竹园，就是每一户人家都在竹园挖竹笋。这几年我返乡啊，都是每一样食物跟生活用品呢，都是跟竹有关系。然后你往后看就会分辨，敢有感觉边啊有做者迄刺刺的，迄一看就知影就是刺竹啊，它的竹子很巨大。这个就是呢刺竹，很明显。在祖先一来这边开垦的时候，所有的整片村庄就是只有刺竹。以前的农袋就是拿来盖房子，刺竹啊是最不好吃的，所以人拢改摕来做啥？做酱笋。有没有听到声音很硬？有没有？这个一定就是不能吃。可以，那个不能吃。不能吃，其实啊，它明年就变成竹子了。对。拍摄当天来了一群团客，陈静怡和爸爸陈连东一如往常，如数家珍的和大家分享各类竹子不为人知的小知识。这个还有滚，这个就是今年的了，白白的，有没有看到上面有白白的？这个已经3、4年了啦。对，就这个这个就是小朋友刚出生。要厝起来做这个物件较老的较用。新的这点。那每一户长辈都是竹编达人，甚至从农村时代，他们就是砍竹子，然后运用竹子呢做竹碗筷啊，对，这是他们的专业。那慢慢的，就让老人家可以来协助我老人家的专业，他可以是一个专业的导览人员。慢慢的有一些动力，老人家看到有人潮，就发现真的是这些老人家好像是有一点点的活跃起来这样子，对。临近高雄内门的龙崎，除了是台南最东的聚落，更是整个大台南人口最少的行政区。不但人口外移严重，高龄化的社会结构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极限村落。想顺利在二地上谋生，除了乐天知命，要如何将竹子善加利用，更成为不可或缺的经验法则。夏天不要砍竹子，因为梅雨季节来这个竹里面是空心的，然后你就要甘水，甘水了伊本身个甜的，所以若落雨来的时阵啊，你若把竹扯起来，我们回去做不管任何的生活用品或是竹艺啊，没有多久，我们所做出来的竹艺全部都就骨假了了。还有早期我们这里没有水源我们来到竹林去砍柴砍竹子的时候，渴口了怎么办？就是这边挖一个洞，然后水就流出来了。好，然后可以一个来这边接吗？拖下去哈。等姐哈，我去底下顾者。无，我去底下顾者，因为这袂当用啊。好。这个这么小，只能做茶碗蒸，绿竹茶碗蒸。这边这边等下是要让你们装米的，所以你要从这边锯开，对。哇，做到了！还有没有人要体验？那因为办了几次的那个课程，市区的客人都有莫名的感动，因为他说原来挖竹笋是这么的辛苦，会觉得说，在这边生活的人真的不容易，尤其都是老人家，对，这样子老人家会有一份那个有一个精神跟一个动力啦，不会想说在偏乡就是等不到观光客来。对，一直是，完全是，野生动物比我们在地的老人家长辈还要多。那我们要把竹子带回去，要做竹筒饭了哦，因为农村时代没有碗筷的时候，这个就是咱的底菜盘啊，所以咱等下家就爱底咱的菜，大家人来家捏，安尼吃，所以这就是盘哦。这样子，今天大家对这个竹的课程有了解吗？有兴趣，很高兴，真的哦，第一次听这么清楚的。我们每一户人家到现在都是老人，对，然后最大的年纪是101岁，最年轻是我，对所以呢，每一个老人家，包含等下我带你们去菜园，他们的那个菜龟白，个金龟白就是拢爱顾这地去搭白对，所以我们在这边的生活食衣住行，对，一定离不开竹子，没有竹子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活。
为什么要办这个小旅行？其实也是要从竹子的一个使用，再加上在地农耕的这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恶地的环境，为什么可以种出这一些东西？那也就是他们先人所带下来的这个智慧。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田调完，知道这一些资源之后，先了解竹子，然后再了解在地的家庭农园的耕作方式，然后去带动在地的老人家一起来协助帮忙。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让这一个在地的资源能够让外县市的人去看到龙崎这一块好的一个环境。这个芹菜啊，红莧菜，所以一煮开规盘拢是红的。好，然后对，你有没有看到草莓啊？草莓啊，草莓啦，鸡缸啊皮破条，就是代表都没有污染的，所以才会有这一些的那个昆虫。我们这边因为真的很偏乡，我们是唯一龙崎最偏远的、最深山哪来的一个村庄，所以我们没有杂货店，也没菜市场，所以必须每一户老人家都要自己在田里面自己种蔬菜水果，我们才有办法生活。而且这些老人都已经80、90岁了，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包含他们的2只双脚也没有办法行走，所以我们这边已经是即将消失的村落。这5年来啊，大家都只知道龙崎就是有空山祭，有光节，但是我们这边离光节起码还有15分钟的路程。对，那除了说透过了竹子，然后竹子导览跟竹子 DIY 之后呢，就是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田里，然后认识野生动物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农作物，然后变成让客人可以从产地、从田里到餐桌，都是我们一手自己制作的。这些小旅行其实对我们在地人有一个很好的用处。平常我出去外面跟人家讲说我住龙崎，大家就说哈。龙崎在哪里？那现在透过这些小旅行，慢慢的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第一个龙崎的名字打出来了，8个里面虽然都是属于龙崎，但是它各有特色，它每一个地方的风情文化都不一样，不是只有白垩土，还有很多在地的植物，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你1天2天可以逛到完的。不要太满，不要太满哦，6分就好了。因为还要加水啊，这是糯米，所以它会膨胀。注意看哦，这个哪一边当上面？这边干净的，光滑的，对，光滑的包起来。哦，没关系，包起来。之后用麻绳，然后一定要系紧哦，好，那个香气才不会跑出去。哦，好。要几个？这边可能对啊。啊，我已经看到我的竹筒换了。好，然后我先剖一只给你们看哦。对，还要剖，越炒越好，然后剖之后呢，一看这个就是水太多了。哈，对，变软。哦，好来。这样子其实还好呢。哇，不会，看起来很香。可以没？可以没？哇，哎。作弊，你闹吧？我像6吧，就碎耶。用安刷锅店，嘿，用小架做烤鸡。哦，重点不是这一只鸡，是阿伯咧包的时候爱甲翕入去，这是主角。鸡只是配角。爷爷爽朗的笑声，真是替烤鸡增添不少幸福滋味。而道地的野炊料理，不但和竹筒饭相得益彰，远离尘嚣的手作体验，或许也是这趟小旅行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亮点吧。来到这里，我才知道说，因为台湾还有很多小地方，它给我们的感受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就是这种使命感，说真的哈，我真的很受感动。因为我相信台湾很多地方哈，就是年轻人应该都有这种热忱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对台湾有认同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我们的下一代应该很好。烤鸡来喽，烤鸡来喽，再加一点高粱酒。哇，冒烟了。办这一场有趣小旅行，除了去活络在地这些像静怡这个年轻人原本就进来，然后在这边
一直持续的有在活络。那在地人也是这些长辈有在进来帮忙，让它形成一个社区的一个小 team 在这里头，然后让大家了解说，我们农地不只能做农，它其实可以转译成有点像生态旅游或者是一个深度旅游的方式，然后来去挹注在地的一个生态经济。这阵子办了一个市集，那这个市集也让一些旅外的一些年轻人看到社区的这些能量有在慢慢起来。来宾大家午安哦，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龙崎里山餐桌市集计划。那透过美味的在地蔬果、熟食，还有竹编以及这边的生态故事分享，那今天将带领大家深入参与了解这个土地的多样性。哎，你好，哎，你呢？哎呀，今日阮中社区办市集活动，哎呀，介绍这迄个外地转来的少年家到赞助摆档。哎呀，这是阮家己市的乌猪啊，来个阮这，哎，这久无看，你好，生意好无？袂歹哦，袂变了啊。这个穿山甲，这草椒。因为我自己本身对手工饼干烘焙很有兴趣，然后想说可以回来跟他们一起参与这个市集。我觉得跟外面的市集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里是介绍当地的食材，然后一些爷爷奶奶啊，然后他们会自己的手工艺，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我觉得跟外面的市集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对，这湖地白笋，家己吃，这有冰尖丁，哦，这虾啦，这。自片蜻蜓，这种大家拢平衡的啦，拢随便就当休啦。哦，这我少年就会安尼，因为阮这个在做迄个鱼人啊，捌做鱼人啊过啊啦，看到物件，阮就拢看到就会啊。你的物件我看到我就通做啊。我演吹了喂。我现这中间住宅还挺清出来超我的布袋戏爷爷左世珍已经高龄88岁，他的戏曲人生同样长达70年之久。可惜因为时代的变迁，掌中戏也渐渐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然而透过这场集结跨世代的在地市集，除了向来访的游客展示优秀农特产品与手工艺外，更给了这些银发长辈们一个满血回归的舞台。尤其看到布袋戏爷爷乐此不疲向大家吆喝他手中的戏偶，更仿佛告诉着我们，这座沉睡已久的山城正渐渐苏醒，并展现着不输过往的生命力，如同绘本里重新展翅的小鹰，越飞越高。龙崎很美，不仅只有空山祭，走进偏乡，然后来到我们的社区，看到龙崎的特色，尤其是这群老人家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也是我们龙崎最美的风景。